我係改鳳，我係一個藝術家，做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店，訂個老朋友，點二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鳳啊！歡迎大家今日來到安尼暗上方法啊！今日來到安尼咖啡店係一隻我熟識當久啊，有些熟，有些冇熟。安尼一隻泰國朋友來到安尼節目當中來啊！不過我哋咧泰國朋友後生嘅時期行過當多地方，就像流浪嘅人樣嘅啊，哪邊都走，走很多地方其實佢想喺神秘嘅東西其實就係文化的一件事情，就像個流浪者有一本書《流浪者之歌》我哋個泰國朋友就想按樣一個角色，喺世界各地行看看，你可以轉到台灣來。我想今年你先請到一下特別是客委會的主委曾尼友曾大哥來到你節目泰國先嚟觀眾朋友大家招呼。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但係其實你今日來到一開始嘅時候先談一下，因為今日看到按到資料同你交給他們。呢個唔要咁樣係死我唔係，我想你就除了第一章第一章開始那第一章上面其實就會當俾帶到嘛，帶到泰國樹卡定一隻相機相機啊了，嚟到那邊不過一張相片本來就感覺就係講。其實係以前冇做可能同一嘅地方，想去看東方嘅事情。像泰國談咩？以前因為按後生嘅時期就開始去流浪。其實我想講就一種相片係太好時嘅。去了嘅時節同學翕嘅啦一台 FM2 嘅翕相機。當時呢我想因為我學設計，也好翕相，甚至好畫圖，就好藝術啦。不過不加嗰種細安尼農家字體嘛唔係錢有錢，想講統藝術會遊戲，成做掉。後來慢慢嚟睇一張地角，哇，有設計，有廣告設計嚟講，可能廣告設計，佢係一種藝術，也係做嚟存錢嘅，可能我就做方向做到兩片來我就按佢語言啦。後來呢，我講，我去流浪其實係一隻語言，流浪咗來以後呢對我嘅生命產生了非常大嘅轉變。就可以思想講，跟冇咧。你有講咯，因為講流浪出一連串嘅，慢慢就變化出嚟，慢慢原因變化出嚟。其實安尼做台灣嘅時節叫台灣嘅講有七成錢咧，安尼從細尤其安尼狀下態嘅生意咧非常冇自信。冇自信嗱安尼客家人嘅性格客家人嘅錢冇自信所以講喺台灣見到度面對泰社會嘅時節安尼完全唔敢承認自家嘅身份。後來至於流浪一般嘅時節至於我可能我這個坐嘅回國巴士，從紐約坐到 Buffalo 紐約城經過嘅加一隻茶頭嘅時節，其中一隻茶頭看到一隻嘅舞人工作就見到嘅茶頭行出燈咧，出燈咧那啲不會出燈咧，帶你隻 Walkman，你喺後生人可能唔知啦，啲 Walkman 不過佢輕快樂都佢出，輕 enjoy 嘅音樂。看到嗰條場面唔係在做嘢，佢在跳舞因為按快樂咯。講你喺度台灣嘅時候冇可能發生嘅事情啦。唔去火車就去到那隻任何一隻公共場所，你可能唔去注意任何一隻嘅清潔人員佢頭腦全部來，全部見不得人啦。特別讀書打工嘅時候咪做過啦，其實唔敢嘛，頭腦唔敢講起來。係聽呢件事情我對我嘅。去到加拿大，去到多倫多，喺我同學嘅屋卡嘅時節當然走就放起來有個松坡子嘅，松坡子嘅正經嘅就講天陽看到嘅咪，佢其他人腳頭差咧松坡子你係燒一片撞用地邊係用地包，佢地邊你得到真快樂啊！就種天陽嗰度看呢，燒因為這個真享受嘅工作，至於兩隻嘢賺得最大嘅。讓種影響做嘛，我個深度嘅即個自信啦。特別有唔怕安尼特別去自信唔可能
看到一本书以后呢，哈，有一篇文章，这个我有亲有痴心。我呢去天然同学去留了一点吼，又跌下来，又冇跌来。我将台湾的那个做塑胶牛的果厂地方都好，就爱用人，个痴心100不是射下来。要不要出去啊留了，看到安多事情以后呢，转来最大的反向出来，有痴心的，我就开始唔敢忍受嘞。佢按照伊只痴心，带着你痴心，转来想要做嘛呢？这两个就讲，天灾啊，就讲敢太放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看我想要看的事情，比如讲安尼看客家太戏，太甲超讲安尼咧打球的，嘛甲同讲，我去看太戏，会敢讲的，特别唔敢讲，看建设的事情用的，好像我去潜，我去翕相嘛记录，所以呢，我就讲啊，我转来前瞻的这个事情，前瞻的这个嘅特色的世界啦，叫做我客家人啊。喺客家人嘅時候，都客家開始。就那個，我剛講到可能出去流浪100來轉嚟，就帶定想要改變的一隻痴心轉嚟。所以你轉嚟以後，行到客家地方，你做客家文化，也係做客家語言，也係做客家社區，也嘛該弄。啊，佢當時轉嚟無按情愫啦，其實唔止這個做乜解，其實是想講一潛轉痴心。深圳這個上愛這個好嘅東西開始在那邊潛咧。其實我記得係1990年初期嘅時節喺規則台灣安尼談到台灣文化跟內容嘅時節，睇啲做原住民文化。90年，佢差不多安尼講台灣文化定義做原住民文化啦。嗰時千多年潛入嘅台灣文化嘅時節，全部去到鋪到地方都潛，嗰度就慢慢傾向。慢慢傾向，或者講來啦，安尼嚟做文化工作，去山度，去潛原住民嚇，其實相對講，我哋用乜嘢都唔曉得，有無錢專業嘅學歷，有無錢豐富嘅經驗，我都冇，一下落去嘅時候，甚至連按度出嘅方案冇地方會講，我係這樣講，跟住問啊，跟住就係乜唔曉得乜嘢，你係按田野調查啦，嗰度工作方法呢度完全唔知，依就完全另外一行業咗。所以只閃覺係指定係揾物界搞錢，冇嘛？你呢一種東西都學校地方都冇法都不難呢，都課本地方都冇法都不難呢。冇搞，客家都冇啊。嗰種我自家錢啊，都自家長頭去，自家嘅再去到自家家鄉，自家再去到現場學習。嗰陣時我喺客家人啊，喺客家肢體啊，客家方言談嘅事啦。我雖然你一看唔曉得講，我係潛意進來啊。我就開始嚟，我就講，咁我都客家開始好咧。唔啲，都大人民做樣差，唔講係種，冇種係種，我自家最熟嘅做客家語言、客家話，較冇咁困難嘛。還有呢，我做嚟，我自家會翕相，拿咗一台 FM2 嘅相機，我做翕相開始，做嚟攻擊，去潛客家文化，潛客家嘅語言、客家話，嗰時去客家嘅狀態，去到廟片，去到太叔下。甚至你看報紙、看雜誌嘅時節，看電視，佢報告你啲總體有乜嘢做戲咧你就嚟看戲。看戲嘅過程裏邊都咧去到現場嘅時節，你會多一隻門主啦。平常時去看戲嘅時就看嘛聽佢笑，聽佢叫嘛好看唔好看呢啲。不過你一擺戲嘅時節，我較有意思咧，講戲上去記錄物界，上去潛物界，反正咁樣。真嘅唔清楚，我就講個好翕相，我都翕相開始，去講嘅相片就好咧，講嘅裸照片就兩裸照片。我哋佢慢慢前嘅時間就講，甚至講太講我做文化，做台灣文化甚至連我做一隻嘅台灣嘅教育所謂教育要做一隻專業者，讀書一條足嘅一套，專來讓有法度，係咪呢？要做一隻世界文化嘅東西。我記得嗰陣就想講。唔好做得太好咧，做台灣都好，冇做得太，安尼冇按多錢，係因為都客家開始都好。今年談嘅真係個就嗱你講到按多嘅流浪轉嚟以後，想去搜尋、追尋、挖掘按樣嘅一隻東西，其實最客家。不過其實真係我啱啱講到客家那樣簡單，台灣嘅客家咩冇按勢，冇想象中嘅按勢，我想喺當啲時間就嚟。談一下真係講兩個從客家開始，兩個從台灣嘅客家開始開發佢嘅一個客家文化之路，你喺當中嚟談。我想你喺當中嚟用。
要蛮多胎的，从我边仔离开家乡的时候，那都是迄见不得人的事情啊。你话讲见不得人，最记得是这个无人认同这件事情啊。嘛啥好少人嘛啥行去看台戏，不过你想我都真係真好啊。去流浪转來的時候，發現到特別看到按我不給大到嘅嗰條事情哦，佢是反轉頭來再上一遍，再看一遍，對了就猜現場嘅人哦，都非常嘅尊敬，要按大聲，應該要猜現場。剛剛上一段話，你談到嘅曾祖偉真係個講到今年嘅開始行到客家地方來。其實對於你嚟講，其實真係個其實最艱難，就像大家看到呢張相片，一隻當後生嘅、太學生嘅，坐到嗰種殺骨當背，一想心都可以乜嘅當到事情、當到想法冇辦法講出來嘅時候，佢就用架嘅相機來翕下來。我想今日其實真係個帶當到嘅相片嚟嗬，我想其中一張你大家看一下，其實有張就係以前你細細嘅時期嗬，就真係個翕下來一隻客家做太戲嘅一個地方。其實呢張其實當獎嘅講真嘅，雖然係100部啊，雖然係個黑白照片，不過你看下地方嘅做太戲嘅人嘅畫嘅嗰度面嘅。個妝嗬，韓國嘅服裝咧就全部都先導先熟啊。其實頭擺我哋要看睇戲嗬，細細我聽到阿爸咪看嘛。你細細時最快樂嘅日子係過年過節啊！你講像做片來戲啊，青年班啊，沒有片我做睇戲，你最快樂，我做嚟，徛喺九二看嘛，徛喺愛丁徛喺咧。因為蠻多胎的，從我邊仔離開家鄉嘅時候，呢啲東西係見不得人嘅事情啊。你話講見不得人？最記得是這個無人認同這件事情啊！嘛啥好少人嘛啥行去看台戲，不過你什麼都真係真好啊！我記得我細細時期候，佢就係我做帶到個條幅醫美沒有損耗咩？這個醫美沒有損耗，所以我這個你後門出來就，一面就看到個北國嗰邊嘅。所以嗰時嘅我細細當時印象都很彩，特別醫美沒有打做呀嘛個做乜嘅事情嘅時候，特別會做一些戲哦，做個醫美沒有個損耗就突破嘅，開始做戲嘅了。特別就徛喺頂呢，所以就坐到嘅都看你鬼你戲啊！就真係做一個印象很彩，可能這個真係當時時，我覺得印象很彩，就講唔可以停睇呢，行到醫面咩位嘅門後去，看嘅特別做嚟做戲呢，就叮咚，以前冇咁多東西做看，有時看嘅時看到我啲什麼呢？因為細年我嘅當精彩啊呢，我細細真好看，都睇到所以我你翕相機翕嘅時間，所以。其實最容易按你這個去尋客家做咩東西嘅時間，所以做戲嘅時間嘛，做戲嘅時間大家就會自然就會啲，那就種到做戲嘅。比如講像新結婚嘅時間咯，按你新作嘅時間咯，新結婚嘅時候做片頭戲，其實基本上都特種的，他們就專輪作咁嘅，前後嘢。我咪啲嘅就係講做，其實以前唔係做過一趟嘅地下天台嘅時間啊，特別係講80年代後輩90年代初期都係。還我母語嚇，還係母語，嗰度時代行到嘅地下天台呢段時間，其實嗰段時間佢面上過啲客家講客家話嘅人啊，面臨講當太隻社會單位對呢件事情當重視一段時間，不講好快啦嚇，嗰段時間大家其實對呢件事情就風風火火地in討論嘅嗬，所以真係我記得時段唔知解有呢個經歷過嘅兩40年嘅時間。你其實咯，你睇講到啲那重點哦，嗰啲影響嘅心態啦。從1988年咧，人係無言通哦，其實係喺選舉嚟係數據影響嘅，我冇參與哦，我就話冇猜現場，冇到現場，冇到現場。即係你講我哋嘅年紀應該係猜現場，我係冇到現場，我係後知後覺嘅，嗰個時代嚟講哦，不過也以為按用完哦，係多厲害嚟講，係非常幸福，係知道自己非常幸福，要得到呢個時代哦，所以佢差唔多1988年發生，差唔多1990年。想開始做客家，就咁講做客家係去流浪轉來嘅時間啦。叫做嘅話係母語認同以後2年嘅。2年，即係講有影響嘅冇，絕對有，一定有嚇。咁嗰樣就講，佢發生嘅事情啊，係冇私心嘅，就唔介意面對呢件事情啦。然後青島嘅後生兒咁樣，看到呢件事情嘅時候，所以殺馬個歌，甚至貼片嚟去刪開，冇去注意呢件事情。我哋在佢。按你講去流浪轉來嘅時候，發現到特別看到按
我不给大多一个事情哦，可是反转头来，再上一遍，再看一遍，个时间人个做对嗰班人有运动啊，对了就猜现场嘅人哦，都非常嘅尊敬，甚至连后心我都想讲，哎呀，要按大送应该要猜现场嘅，产密都现场，我差不多现场啦，嗰種時節叫做記起了我做客家有較太激情咯事情啦。聽一下主講嘅將那個客家天台嘅事情咯，客家天台其實是差唔多把我們運動過後差唔多10年嘅，1994啊95年95年幾時嘅？幾年過後啦，哈，94、95嘅按兩時啦，佢是踢下天台，佢是這個口音節目開始嘅時節咯，佢無法做嚟講啦。做新聞佢嘅講法就講，因為台灣冇平台咧，嗰種無法度開放嘅。後來咧，青島人注意即係講，既然而家冇平台，跟住即係青島嘅，算唔算平台？有時一半講喎，就行到幾多灰色嗰個邊緣嚇，那天神氣真好高，佢啲正氣嘛。跟住時候人哋講，要講嘅，慢慢嚟我要談到講，要客家有一隻天。佢一波到客家天台，個平台一出嚟咧，一開始喺只節目地方都有呢啲，慢慢嚟有個平台出嚟。你所謂嘅特別嘅數款嘅垃圾油有嘛？都會嘅條用準嘅啊，聽到你用嘅腳步貼個打火來，你對了咧，你喺平台對啲片有傷，因為佢隨時都會炒台。炒台。佢炒台嘅時間，我幾百嘅經驗嚇，這個都我嘅書房地方都好，反正我就你時代都開始我就快點啦。不能有糖冇糖都見糖的除非有糖到講，忽然間糖到一般的時候，鏗鏗鏘鏘，非常緊張嘅聲，然後講，炒台，然後砰個鐵門關起來嘅時陣機器呢板個東西嘅時候，真嘅嗰種，你說糖到嗰種聲音就輕有畫面，慢慢的一下就冇聲，就冇聲咧，用個啥變炒台咧。要玩咧，炒台咧，嗰種時心情真嘅是。真嘅我講嗰種失落感非常大。我哋說喺突然係你留嘅垃圾有一個頻道打開啦，你隨處一福報，一潛到機會嚟叫做福報啦，我就叮，叫嘅嚇，所以做了一班，垃圾又香嘅咧，爭嚟發現咧，嗰個好多時咧，香嘅咧，叫做行我知道呢個過程要對我一樣種心態。怎麼能？因為兩件事情其實都幾年頭一起嘅，因為其實我跳舞吼，冇辦法去反映兩個事情，跳舞講這個還好實對嘛？所以講其實按兩個隻我有見過幾隻踢下天台幾隻時期啦，就講太地地講你講按兩個事情其實佢還蠻合法嘅，我就行到一隻灰色地帶咁樣，所以當到事情就天天就小事睇嚟，天天就冇睇嚟咁樣。不過呢件事對我來講，因為廣播一隻聲音啊，一隻聲音。嘅客家嘅報道天台，有係就講客話，有可能講客話，要接近你嘅幾年以前嘅叫做客家話嘅還我母語運動呢件事情，所以兩件事情對我來講，係因為點樣啊？即係因為想到這個語言而寫出嚟嘅，也客家話冇人講嘅，其實時代很多人講客話，因為有咁樣嘅焦慮呢。不過你個題目真好確實要做係講嘛，你讀書人啊，離開神法向舊嘅嗰種落差。比如講嗰個踢下天台時期你提講係你合網合法，有冇經費嘅有冇款，你是這種講後生人，你自己咪愛，嚟出到嘅力，就聯合嚟拖延體系嘅，按到嘅有心嘅工作者朋友嗰種是馬啥宿舍嗌馬啥水啦，你啊，所以嗰種是你宿舍沒不會來咗啦，落嚟啊，嗰種從佢花光72年使用嘅嗰種心情嚟講，係個來福建所以來按你去個亞視嘅，去到市場，去到那邊去到嘅，反正注意宣傳那個事情，因為宣傳你所下嘅宣傳單嘛，宣傳有冇人搞你啊？你唔知乜嘅，我就請嚟一隻好朋友，啲好朋友就有冇嘅兩個料。嗰種是我哋啥咧清空嘅時間，就寫，都踢一隻時候都，我哋就講踢一隻時候都最尾一隻時候，用客家話做你念唔出來。不過一開始你愛就念唔出來，佢反正佢是歐北啦，反正2-3年教好，你兩個最睇咩？然後這個寫好了就練上面，大天班，
啊，个老人来的，哎嘛，你要加一毛，是请到他们的修锅厂，这样好。啊，好像做一扎钟头一扎钟，但哪里在太上工，注意雅西度写，伊休斯路有写，伊火柴都写，好，按下面时间哈，一经验本来非常宝贵，本来非常嘅。啊，你上到要解了，即讲照理讲吼，啊你比如去木矿这件事情吼，木矿到前面那种嘅事情对吧？我去到应该一下加重嘅时阵，也给见得全部一度，哈啊一杜甫嘢吼，见得全因为冇人底下加咩，或者冇人一冇下加人啊，一见得全部接受，嗰種是想判斷嘅。其實按你規隻桃園嘅吼，客家莊吼，或者桃園市火車頭對面吼，嗰啲都按你嘅北公港、都龍潭、都蓋鹽、都總立平鎮，全部有去過嚟吼。結果我北京都乜嘅嘢啊？一客家莊嘅所在，哦，一冇人夾嚟簽名，一客家莊呢，一冇人夾嚟捐錢。大概係 no boy 年，就係咪年？我去到桃園市啊，我將桃園市全部好多人啊，因為永遠就簽名咯。我佢係記得咯，嗰種海報嗬，一種長蓋嘅海報有冇嗬？差唔多6張，6張，長年齡。我想呢件事情當重要，因為下呢一個我冇到現場啊，不過真係佢到現場，家聽人講咗，佢都確實到現場嘅年咯。啊，你喺當時嚟看一下，就講幾時嘅家真係個講到其實都按多年前嘅一隻像聲明稿咁樣一種東西吼，我想等下你下一段時間看下聲明稿裡邊寫乜嘅東西，按聽上來談嘅真係過嚟講，幾時嘅記錄現場作為按多乜嘅當定件嘅事情，你下一段來看。而且下一段你先拿幾種，這可是先去翕相。但將客家嘅東西，因為一種文化，你一生去追求就追求唔係啦。所以一做一快樂啊，佢啲長命嘅個成長已經清楚過嚟。如果你佢所有嘅嗰種嘅個山歌也好，愛情也好，佢都唱過嚟咯。所以為佢唱歌，佢唱歌冇朋友，佢唯一嘅朋友出嚟就冇其他佢獻嘅。嗰佢一生命，那個獻最好嘅朋友對方嘅生命啊，你啊，一條東西做藝術能量一豐富。所以當然談嘅曾主委吼，因講到佢圖嘅用媒嘅片吼，那等太上公圖嘅按多地方行來行去，前年愛大家來強制下一隻東西，為到乜原因？其實就係為咗兩件事情。哦，大家可能都看到咧，當擺其實就係呢一隻搶救客家文化一隻當重要一隻聲明書、聲明稿。其實啊，第一聲明稿，第一就加嘅真係個講到嘅。用媒文化促進會嘅代表人曾國龍先生，梁國龍先生，然後嘅曾主委亮山就係你要講始作俑者，始作俑者，你講嘛？泰國講一下幾時嘅吼，民族融合、族群平等、保護母語，到底你都想要做乜嘢呢？唉，其實我客家話題相搶了咩？按你這個去，按你這個所講嘅，這個按你唔係硬講啲，按你係死硬講嘅客家字體吼。將來嗰兩是今年清碼頭嘅時間，啊，火記嘅時間。我想講，既然嘅台北嘅客家現代吼，啊，按多年都嘅，你要傳客家文化，都傳客家文化，搶救客家文化，一敗不一敗嘅草台。按你都種下人做乜嘅喏？按你又唔熟悉得了人，啊，又冇法度，又冇材料上台北去，哦，按你都種下做推出乜嘅？所以按你唯一就是後生嘅本錢啦。所以我按照啥做的福記哈，去嚟一些寫，啊你有隻太上公啊，一隻太上公拉嘅咩？一隻具象嘅咧，等嗬，咁樣搭三隻絲落嘅上，就有做得嚟。就開始做得。啊，你諗叫做嘛？一隻煙啲就彈嚟，係哪一張煙啊？啊你嗰種啊啲，嗰種有內容啊，做兩啥就錯，做嘛？做睇就這個坐下來做，後邊攏火啦，做見講下，下後來就鬆氣，嗰種是係蠻有天路嘅啊。係啲大師嘅，啊大師行，啊講好嚟炒好嚟就送，就用來講好嚟就撥到總垃圾，大師行打好就係微煙，啊嗰啲是硬煙出來嘅嚇，啊最主要就講呢個想講，啊因為講，你喺做講嗬，其實一隻運動也好嗬，你係講做一隻決勝時間嘅，啊你應該我有千多年去天數啦，我現在就是跟安尼嗬，不見得要熟悉。如果你做一件好事情，係將認同嘢嘅，係用自己方式嚟推出咯。啊，因為規則
安尼搭只客家庄来忙起来，所以讲安尼注意做咧做诶注意桃园咧客家庄去宣传。啊宣传诶时阵就讲爱抢救梅嘛，比如讲譬如讲根本伊个客家话有3笔诶危机啊，即全部你即个编出来啦，嘿啦，第一站嘛个迄本演讲客家话咧，第二站是不敢讲客家话咧，第三站较重要迄唔会讲客家话咧。不演，不敢，不敢，不会，唔会唔演唔敢，唔会，三只4號。这3只唔会。其實最關鍵嘅嘛係唔演客家話嘛，啊唔講你唔會嘛，你敢講敢本人燒，全部都願意講嘅時間，本人燒300個嘅啦，喊巴，你所講，一唔願意講，除非冇私心，所以客家人對非常冇私心嚇，啊，嗰種我講，叫做安尼做嘅時候注意鹹嘛，啊鹹嘅時候，跟係你喺只歌場地位度嗬。不過只青苔嘅學習啊方向多，所以你安尼作為一知識分子哈，因為講安尼嘅見解啦看法，總係比咧中下人較錯，比老人家較錯，比港人較壞。其實我發現到完全觀點唔同嘅。因為頭先講啊，講嘅，比如講嘅，可能我想講，根本去桃園應該冇幾多錢，哇啊，要冇幾多少人來簽名，都好點多。啊，規則嘅桃園咧嘅總得做下來有嘛吼？桃園市客家人相對來講，佢啲北桃園嘛，客家人真少。我呢，佢簽名最熱烈，錄緊嘅錢最多，點都嘛個，安尼最難騙嘅種北公港，佢亞視去嘅時候，冇人敢行出來談簽。嘛個原因咯，嗰是個有上過。嗰度係咩唔知嘛個原因啊？吼，佢個還有呢，其中一個嘛啦，佢我記得有一個老人家吼。佢突然間孫嚟到學亞視嘅，好多人講，哎，我唔用曬後生嘅點嚟用嘅，哦，做個學習把佢做過來看。後生你要做乜嘅咯？我講，哦，安尼來簽名啦，練書啦，簽乜嘅事情，啊，填推好，啊，我本身記得，安尼長久客家文化啦，長久客家文化，做乜嘅長久？係啊，安尼客家話吼冇人講嘅啊，安尼又講，老成日咧講客家話，叫叫乜嘢？老成日咧講客家話，佢安尼唔講客，我講乜嘅咯？呀？因為佢跟我哋一生話題嚟啲啊，就從下客家人到老人家嚟講，佢完全冇呢種意思講客家話有危機嘅意思。因為佢成日都係親版質嘅客家人呀，全部都談呢對客家狀態誒。我唔講客，講乜嘅咯？哦，你都冇我哋親太出嘅，可能我哋就從到見面打嘴鼓嘅時候，就互相喺度講笑話，講呢度後生人吼，乜嘅都唔知哦，所以講嘅。你好多嘅種講，真嘅咧，這個安尼有隻杜甫嘅觀點。係知識分子嘅觀點，啊，其實嗱，安尼客家莊嘅現場，學生活嘅現場，其實係有距離，係有落差嘅嚇，有落差。有朝佢講咧，佢就反咗嚟就講，其實安尼吼，調嘅天係唔拉，調嘅內係唔拉出帶，因為講吼，佢話係超多功課去做，故所我哋將個做清氣氛去到生活帶上點樣度，苗片啦、榕樹下啦，嗬，啊有個賣肉嘅蔬菜啦，嗬，亞視點樣度啦。係親好這個成筆嘅帶程，帶程地方都像變成野草有嘛吼，乜嘅東西都有，呀，地方都看起來一片野草吼，啊冇乜嘅重要嘅東西哦，是電影鬧嘅東西。其實你點點嘅經濟喺鼓勵下來嘅時間，個地方都會清淨嘅，哪怕唔講一支草吼，個草嘅線爆發出來嘅時間，佢淨嘅。啊，個錯係穿到細流嘅法，安尼平常都看唔到嘅，你經驗你其實那個我哋講到就是你安尼講嘅田野調查哈，田野調查咧，連當創業這樣之前，所以佢喺地方去苦下來，安尼講苦下來，苦到幾多？苦到當久嘅呢？苦到嘅等家嘅人喺度講，沒乜東西啊！你安尼可能以前太地有看過，唔過冇真健康嘅爆出來，給他一瞬間嘅時間，你去當到總頭去。苦下來去看一等，那件事情對整體過嚟講有乜意義咯？啊，其實係快樂嘅啊！嗰陣時候，我就講，我講喺流浪嚇，乜嘅，你喺講嘅背包客嚇，又係講乜嘅嗰種，對我嚟講嚇，其實呢一種老師啊，都跳上跌落啦，萬山數。啊，所以呢一種經驗嗬，我出到嚟一齊係一隻親幸福嘅事，幸福嘅人，啊，做到喺呢隻生命嘅。很親後生嘅時間咯，係親有力頭嘅時間，做對哦行到呢一節。咁就講去到現場，任何一隻現場，因為我哋個想講，你一似客家，到底客家係乜嘅？其實安尼唔掂啊，嚇啊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乜嘅，係咩唔掂？我再一起嘛。
你无乜嘅條件，啊就去到現場去嘛，你唯一是我不能寫你去到現場，去到現場看嘅時候，你發現到吼非常非常精彩。呢度東西對，其實佢對大學對研究所，其實讀家在研究所嘅，真是進入底層。嗱，如果唔係講對客家嘅東西哦，但將客家嘅東西啦，因為一隻文化，用一生去追求就追求唔成，睇啦。我說越做越快樂啊，越做越多東西會做出來。比如講佢將佢客家話吼，我青島客家話都係現場演進來嘅，現場演進來，喺度青島嘅山歌。啊！你講過即公園點樣談到老人家創山歌，真難談嘛。尤其係即個老人家一攰袋嘅素材有嘛，吼，有隻個老人家嘅嗰種嘅味道啊，真得人鬧嘅味道。啊！你其實啊，你都讀書嘅啊，讀書嘅人轉去嘅時節咯，一直會落唔去，真鬧啊！係咩咧？到歌場啊，我想，後來我就講，啊你要做客家，因為啊你就要學客家話，念客家話，認識乜嘅係客家，啊你就強迫自己鼓到幾片去。慢慢會落去時候，那個對話些談起來三個，都談唔時都談一時。就發現到講，其實啊你做乜過去問因為講客家話真難談，客家歌真難談，因為啊你談唔時，咩啲係歌嘅難談。在那個唔知講咩家人講到，其實咩學嘅學設計嘅哦，學藝術嘅有攝影，其實咧當到其實老藝術文化咧都全部有配用。我想其實呢一團其實咩行到客家以後開始做當多嘅事情，因為其實有一段時間都嘅客家主題文化園區咩，就這個汀州路當擺嘅地位，主題公園嘅地位，其實對主題公園地位佢都當到展覽，當到文化藝術嘅推動。呢段時間老一路行過來就真係個國家對藝術文化客家按都。啊，你講有乜嘅，佢哋做到乜嘅事情？是啲經驗吼，啲經驗對個生命轉變真大啦。你我做差唔多99年離開台北嘛，我做離開台北就冇想我再轉到台北嚟嘅。嗰啲冇想到生命地邊度哦，嗱個開咗玩笑，這個玩笑冇想到講自己我反轉頭就再落到要走個行路啊。嗰度我哋個台北嚟嗬，做到嘅藝術嘅發通嘅時節咯，台北一唔係講一開始做嚟前下假，一唔講我為到做啲嘅東西。佢真嘅唔掂啊東西，所以我成潛在自家，但自家生命有意義啦，有搭代，安尼做一隻人佢做硬天天，都坦白做乜嘅唔掂，甚至咩想講再真嘅去通研究所，真嘅再去留學，其實呢就是講呢只個無垂條啊，所以講故所以安尼係一開始嘅出發點嘅時係講，安尼自家因為無資源、無垂條，故所之後顧到狀下唔是本錢嘅，就喺裏面請，本錢最大。我哋呢反轉頭嚟想嘅時節，改菜，這是個有苦的改菜係真嘅，古代嘅時節啦，因為真係嚇，所以會安面嚇，古代嚟嚇，我哋講，後來我慢慢嚟對自家開玩笑講嚇，其實啲係客家人嘅青春嘅智慧啊，一個美學，然後才高美學吧，這個小嘅這個係啦嚇，才高美學真嘅啦，你講嘅安尼嘅客家嘅山歌國寶係乜啥？齊木真，齊木真，你喺青島，安尼上次我要寫佢講幾多客氣咧，幾多客氣咧有乜好講嘅，其實安尼唔單止係安尼講，所有嘅有文化理念嘅人有藝術興趣嘅人就非常尊敬佢，咧真嘅客家國寶，佢最睇才高嘅乜嘢，叫做才唔係長命，佢啲長命佢嘅生命已經真才高咧，不過咧佢所有嘅嗰種。嗰個山歌也好，愛情也好，佢都唱歌呢度嘅，所以因為佢才歌，佢才歌冇朋友，佢唯一嘅朋友所以喺度講，其他佢獻嘅，嗰佢一生命，嗰個獻命最好嘅朋友對方係誰人啊？你啊，一條東西做藝術能量做一豐富，所以我講到才歌美好，我佢最睇嘅才歌係嘛，佢做最睇嘅才歌係嘛，係佢神采客家莊，因為客家莊規則冇法度堅持佢，有痴心。佢當初是咁講，夾爸講，去學生命，係咪讓自家讓佢除掉學自家嘛？係咪點啊？都為了神發點點。其實真係我剛才講到一點哦，就是講，安尼樣去想，安尼客家文化到底係屯喺度嘅吼。咪講馬街係客家文化，係講安尼客家文化屯喺度嘅，可能係屯一隻長命嘅人當輩吼，咪可能係屯一條歌嘅當輩，咪可能係屯一隻總條當輩吼。所以其實你喺這些嚟看一下，就講
就那个样的用佢自家艺术文化的一只经验，然后慢慢的拿呢啲东西全部发出来，然后要变到佢只主题公园里边，然后去推动佢，所以喺當然呢個談嘢就，而且睇個等喺當嚟做嚟講嘅，因為按頓點都按到嘅。你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里边度呢，有一个真神奇的、真好教的艺术家就讲嘅Crystal， 伊个捆包艺术啦。捆包艺术呢，伊喺里边度其实留佢想要谈的东西，攞去捆包起來。前面啲布嘅攞去包起來，做一隻作品嘅，塑嘅嚟讀起來，做一隻作品嘅。都係最感動、最睇嘅，所以就捆包德國議會。大家看到嘅其實係差唔多130號後生年，就佢跳嘅街舞哦。所以呢件事情跳街舞啦，嚇解乜關係啊？我想一定要問一下陳大哥。其實關鍵咧，嗰個密碼就係後生人啦。過去在拖延嘅時節咯，做呢個客家文化節，佢舉辦呢個巴拿比博嘅客家文化節，用法布嚟簽。用法布做。因為法布喺大家，安尼客家人最早的共同嘅語言，大家都知嘛，什麼樣經驗最豐富嘛？講到法布嘛，就唔是。謝謝就講過。講過嘛，基本最平常冇講咧嚇，呢種路子咗，唔是在講啲係乜嘅東西咧。法布嘅時候都係嚇，不過我因為攞佢有動態性連接，或者嘅法布，安尼種嘅太樹帕安尼要包起來，所以保護嘅嘛。佢保護嘅嗰啲歌場係叫捆包嘅動作。安尼在現代藝術、當代藝術裏邊度咧有一個真神奇嘅、真好教嘅藝術家就講嘅Crystal， 伊個捆包藝術啦。在當代藝術裏邊有一個分類叫捆包藝術。捆包藝術咧伊一個裏邊度其實留佢想要談嘅東西，攞去捆包起來。前面啲布嘅攞去包起來，做一隻作品嘅，塑嘅嚟讀起來，做一隻作品嘅。不過佢真叫談嘅係談嘅作品嘅內容。比如講我最感動、最睇嘅所以就捆包德國議會。佢捆包德國議會你是講嘅規則？將台灣嘅立法院啊，佢啦規則，台灣呢個攞佢攞塑膠布攞佢綁起來，個包起來，塑嘅睇起來啦。咁種幾樣嘅咧，係嘛？所以話其實佢就談嘅藝術家談嘅就講大家當日看電視也好，在現場經過也好，就講都講視而不見的啦。如果包起來是希望大家嚟重新嚟看呢棟建築物，到底佢係乜嘅建築物？佢立法院，立法院地位都會人，現在都有人。佢要做乜嘅事？佢做乜會來片？佢改動要做些乜嘅事？即係話，按呢個國家嘅政策，青島嘅時間，按你老百姓嚟講，老百姓嘅小確幸做生活平安、健康、快樂就好嘅嘛。按你一國家人做嚟做強下嘛。按你在東西德分裂嘅時節因為個德國的巴黎圍牆一按不到起嘅時節，就促成青島嘅加速嘅生離死別。英國呢係最重要嘅事情啊，對老百姓嚟講，係嘛？
哪个来的哈，俺不得去昂杰天天红的都无法度见面嘞，那非常无人性的事情啊。佢其實批判呢種說，你國家應該最優先來處理呢一件事情，因為按到新年的模擬在談一件事情，係嘛？啊，甚至個全部回到你這個正當嘅利益等等啊，不應該樣嘅嘛。嗰個其實個困惑，德國要佢期望講，大家重新來看呢種建築物，到底係乜嘅東西？你國家是要用照顧人民，看到人民做乜嘅事，你要點樣去發展下去？其實佢談係真嚴肅嘅議題啦，一千太嘅議題。其實咧捆包呢個概念吼，像剛才鄭太過講到啊，其實老咧東西捆包起來，其實係希望咧地部嘅東西不能看到。係像假如講到講，係阿蘭你係老客家話捆包起來，垃圾也好啦，天絲也好啦，樹也好啦，哈，總咧包意思講，其實咧你希望咧地部嘅客家話、客家文史、客家文化、客家動態先嚟都不能看到。其實咧做一隻加鄭太過講嘅一隻捆包嘅一隻過程。係啊，什麼意識到嘛？我做過幾隻寫的作品，泰嘅作品就係留給桃園嘅縣政府文化局，還有呢安尼南桃園六隻鄉公所嘅泰文哦，留佢用帆布留佢紮起。係啊，紮起來頭，幾隻係啲捆包嘅概念。捆包概念養起來嘅時間，你係按經過呢個時間去到清末方面，我老唔講。客家話你喺做幾隻泰社會對嘅交通係清末方面嘅，假使你會講，那法布講得真正哦，係咩人唔講？客家文化係非常正嘅。假使你講你做乜按當啲按用作實相咯，我唔講。客家嘅共同精神，客家嘅族群精神嚟講，其實係非常嘅用作實相嘅，非常嘅冇資源嘅，你還有清太進步嘅空間。這個任何一隻，嗰啲感覺到乜嘅，都全部係客家嘅感受啊！所以樣都上到太多煙罩，多一隻寫人一潘思琪嘅人全部經過呢隻門嘛。經過呢隻門嘅時候，就經過客家，希望有一隻再返鄉嘅過程。我說你對傳統嘅文化內容，那法布做一隻傳統嘅意象，你傳過啲傳統嘅時間，你用乜嘢去爬樹呢隻傳統？就看呢個各種內容，讓人哋去再分享，去再改善，甚至呢都希望一個新嘅東西出來，就再生產。我覺得呢隻結構非常重要。你以為你後生人啊，我以為呢隻過程，唔係講看到法布就法布，你法布講，你法布講，天天，呢係表面嘅東西。你去咯，你去咗，都希望嘅東西，你前面都嘅時間，其實佢再轉化轉嚟變到你藝術嘅能量，去規劃到藝術嘅發通嘅時間，佢都千成次千好高咧，空間就千大咧。千多嘅角度，千多嘅方式做嚟談共用一隻議題，先好。你做創意嘛，你做創新嘛，你嗰種係嗰種是即係按嘅過程嚟講，到台北來嘅時間你就動態嚟連接嘅時間，我發現到台北市啊，台北市一隻國際都會型嘅客家工作，嗱，你台北以外嘅香水型嘅客家工作，非常嘅無共用，有隻無共用嚟你成做功課。有就講你在種下在鄉村的時間，有個客家先嘅係採體先嘅。你去到龍潭，去到蔣林，去到竹東，你唔是講客家，講乜嘢客家文化，唔是。你所看到、所談到、所感受的全部100%做客家嘛。你到台北唔係啊？台北佢有差唔多60萬嘅客家人，佢冇單隻客家族。我說佢飄在空中啊，都雲端客家族。雲端客家族，我哋記嘅。呢個東西其實呢就杜別特色啦。呢特色做乜會咁用面咯？其實真實嘅特色係乜嘢？其實客家人來到台北其實最大嘅表現係咧，二次戰後進入到台北上嘅。台北呢兩年其實係移民嘛，就遷徙來到台北大變土生番嘛，土生番，慢慢咧有啲城市咧除咗土本洋咧用賴嘅咧，賣屋嘅咧。做台北做天地下嚟嘛，甚至嚟你在城裡上要發展到即個有一席之地咧，有隻味，有席之地就其實我哋其實上到再回饋嘛，我哋新聞你嘅主線你報備，什麼嘛，做信仰做落來咧，你從北台灣咧最大嘅信仰做伊米亞信仰，佢說佢哋就做上陰陽神，上嚟拜，有能力咧，還有上拜大家出到錢，出到你按這個來盤嘛，那做民間親好東西。清定一下嘅素材，就上來。最是咧。係啊，呢個東西你喺地咧就過長嘅時間，你做喺
杜飞型的客家特色，加个性格嘛，迄做移民的性格。佢说移民的性格咯，菜地的性格，用在无咁用嘅事情咯。我哋咪做咧分工啦，合作，呢係我都特別想去做嘅事情咯。甚至嘅做一個策略啦，佢在方法論裡面都好。我嚟佢咪做個鄉村，要咪留杜飛一堆積起來，傳統留現代咪堆積起來。喺移民咧，唔單止客家人呢啲啦，移民吼，千多年啦，不能選了好多，留到城市全部係移民。佢說安尼吼，客家留多年嘅文化，留多年嘅社會，我哋咪嚟堆積起來。馬上你開始咧，一堆積起來嘅時節，其實客家做咗嚟進入到現代，做咗大塊客家，做咗很多城市地方人。係大塊客家。你陣做在那個咧，其實特別是客家裡邊影響做嘅事情。咁樣你想到在那個來到你節目，那麼其實談嘅當多，做特別加講到嘅，呢樣嘅老安尼總頭嘅客家。移轉到城市來，變到一隻有客家嘅動態性嘅件事情吼。我想其實你一路上啊，到你喺節目地方，接就談到就講，安尼種頭地方當到重要嘅事情吼。不過你係做愛行到動態來啦，因為動態係動態後生年，因為一定係本後生年接多嘅一件事情。不管講法也好，也係種頭嘅文化也好，也係老人家留下來一些智慧也好，你都其實係冇用動態性嘅方式，像剛剛陳太我講到嘅，用一種發布捆綁，呢樣嘅老咧動態性溝通嘅過程咯，其實客家文化就冇辦法行到呢現代來。我想你做一隻當初嘅事情咯，其實咩當咁下見面真係過來段節目，唔會難以談呢條事情，因為冇談呢條，其實你唔點樣去做到呢件事情。見面談真係個講到我想大家就啲，仲冇講特別是客家委員會真係個人主委用按樣嘅方式，嗱佢第按多年看到嘅客家嘅狀態，使到安尼特別是咧使到特色城市入去，我想呢件事情主要係見面談到輕鬆一件事情。我想今日當今次真係過來到你節目，咪希望下一擺還有機會等真係個照顧做新嘅動態性嘅事嘅，按照個上你節目啦，談一下你嘅客家嘅動態性樣嚟做到。然後今日按住咧，什麼主持人？什麼大家？退後3年，巴登幾隻卡棒開始，真年有，佢就一冊一冊就去流浪。佢圖總頭流浪嘅人，佢圖城市地帶流浪嘅人，佢圖大氣棚下苦等嘅流浪人，喺人看得到，就會發現，佢身上一直都特定嘅法布，佢用客家嘅法布捆綁一家，然後一家捆起來，因為只有捆住一家以後。現在做得出用力掙脫捆綁嘅時間，講出一擺又一擺嘅客家話，話嗌母語，話嗌母語，話嗌客家嘅母語。